移民之前，你有冇諗過移民之後最常出現文化衝突嘅地方，唔係公司，唔係學校，而係家庭入面呢？對好多移英嘅家庭嚟講，最早亦都最常出現文化差異，往往其實就係日常嘅親子活動之中。當香港家庭搬到去英國，子女通常可能會比父母更加快咁適應當地文化。起初呢啲差異可能只係啲小誤會，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咧，就即使係一個好有愛、好有支持仔女嘅家庭入面咧，都好有可能會演變成更加深層嘅價值衝突。呢啲其實並無分對與錯，而係反映咗唔同嘅文化對於小朋友點樣學習、點樣面對壓力同埋發展自己嘅獨立性呢啲基本假設係有所差異。喺呢種情況之下，父母好多時候都會覺得需要即時回應，而好多人最後都會走咗向兩種極端。第一係強迫。父母會透過指示、糾正或者要求，堅持沿用熟悉嘅方法。呢種方法雖然有佢嘅價值，但係往往會破壞咗親子嘅溝通。小朋友可能表面上服從，但係情感上逐漸抽離，又或者隨住年紀增長，反抗變得更加明顯。第二個係放棄，父母唔再堅持，勉強接受當地嘅做法，而且話俾自己聽呢個就係融入，但係內心依然唔開心、焦慮，甚至積怨。價值被壓抑，結果往往導致管教上出現前後不一嘅情況，同時存在無形嘅張力。可以見到呢兩種方法都解決唔到文化衝突，反而會令問題加劇。要理解原因，我哋可以睇下文化衝突係點樣喺日常生活中出現嘅。例如小朋友可能會問：點解我啲同學可以日日都食薯片或者朱古力，我唔得？表面上呢個好似係一條關於食物嘅問題。但係由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咧，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小朋友會用同輩作為參考，去理解乜嘢係正常，乜嘢係社會上為之安全嘅做法。佢哋實際想問嘅其實係：我屋企喺我而家生活嘅世界裏面，到底算唔算合群呢？如果父母嘅回應係強調正確與否，或者比較優越性，例如會話嗰啲嘢其實好唔健康㗎，或者係其他家長佢哋唔理啲小朋友啫嘛，無意中其實呢啲會傳遞咗一個文化分割嘅訊息。久而久之，對呢啲細微差異不斷咁做出道德判斷，會令原本嘅價值觀變成小朋友感到孤獨、尷尬嘅來源。一個比較好可以連結文化嘅回應方式，會係清楚咁指出嘅差異，而唔係比較個高低。例如唔同家庭對於食物嘅安排都唔一樣㗎，又或者可以講我哋屋企係用呢個方式去照顧大家嘅健康。價值依然存在，但係以選擇而唔係評價嘅方式去表達。類似嘅情況亦都會喺學習嘅要求方面出現，小朋友可能會質疑點解自己要比其他同學付出更加多嘅時間去做練習或者溫書。英國嘅教育比較着重自主性同埋生活嘅平衡，而好多香港家庭就會比較重視預備同埋掌握嘅能力。喺呢度，與其去揾一個答案說服小朋友，我哋不如諗下小朋友問呢個問題背後嘅原因同埋感受。例如會唔會係個目標好難達到，咁家長可以幫小朋友將佢嘅大目標拆細，用小朋友想達成嘅目標嘅方式帶嚟嘅滿足感去推動佢繼續學習嘅動機。另外我哋都可以幫手睇下小朋友有冇其他有趣嘅方法去一齊去探索，去同樣可以用其他有趣嘅方式達到同樣嘅學習目標。另一個經常令父母困惑嘅範疇就係壓力啦。父母可能會覺得，咦，呢度嘅功課量明明比香港睇落好似輕好多，但係點解小朋友翻到嚟都係話自己好攰，好似好吃力咁呢？英國嘅學校可能冇咁多嘅功課同埋測驗，但係更加要求持續嘅自我調節 （self-regulation）， 所以要經常咁樣發言啦，要處理同儕嘅關係啦，仲要同時作出獨立嘅決定，呢啲種種亦都會為孩子帶嚟好大嘅壓力。呢啲嘅壓力同埋要求未必好明顯，但係對於心理嘅消耗就好大啦。嗱，喺呢個情況之下嘅疲倦咧，其實反映出孩子佢唔係軟弱，而係佢嘗試為佢嘅學習同埋社交努力。如果呢啲壓力處理唔好，隨之而嚟嘅咧，就可能會形成一啲溝通嘅困難。父母可能會留意到孩子嘅回應變得簡短，情感上變得抽離或者漠不關心。由家庭系統倫理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係一種調節反應嚟嘅。孩子透過減少互動去應對過多嘅壓力，而唔係嘗試變得反叛或者冷漠。當孩子自己都冇辦法梳理同埋清楚表達自己呢種狀態咧，個溝通往往會進一步咁惡化。去到呢一步咧，父母可能會覺得自己要被逼二選一，一係再用力啲咁樣逼小朋友同自己溝通，一係就抽身後退。而正喺呢一度咧 Robin Grill 提出嘅一種方法，反而會可以為我哋提出第三條路。Robin Grill 提出教育子女嘅方法，並唔係要求父母放棄原本自己嘅價值，而係希望父母喺文化轉換當中咧改變自己行使權威嘅方式。第一係父母嘅自我調節。
喺回應文化衝突之前，可以先處理自己對文化差異嘅不安，避免將自己嘅情緒放射同埋投射喺小朋友嘅身上。第二，先連結後引導。喺提供指引之前，我哋可以先確認小朋友內在嘅感受。咁並唔代表你要認同佢嘅感受，但係你係要承認佢嘅感受嘅存在，咁先可以進行有效嘅溝通。第三，係清晰但係非強制嘅權威。你嘅界線依然堅定，但係你會同孩子解釋原因，同佢哋一齊進行適當嘅協商，而唔係透過恐懼、內疚或者道德壓力去執行。總括而言，應用喺文化衝突上面，父母嘅任務可以重新被理解為我係可以點樣幫小朋友喺另一個文化系統入面，依然帶住我哋嘅價值觀，同時健康快樂咁成長呢？用返薯片嘅例子，呢個小朋友嘅發展任務其實就係要幫佢有建立一個社交嘅歸屬感。喺學業壓力方面，就係教育小朋友到底可以點樣面對將來嘅不確定性同埋佢嘅自主性。家庭入面出現文化衝突，並唔係代表價值觀嘅流失，反而係代表住我哋嘅價值觀正喺個新環境中裏面接受緊挑戰，到底點樣先可以喺呢一度真正咁發芽成長呢？如果家長有其他關於育兒嘅問題想討論，可以聯絡英倫斯坦網絡 SheNet， 佢係一個以移英香港女性為主體嘅組織，致力推廣兩性平等嘅工作，支援移英香港嘅婦女，令到佢哋可以喺屋企工作同埋社會盡展所能。佢哋會有唔同嘅議題可以提供網上講座同埋傾談時段，仲設有熱線服務，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1點到下午2點運作。有需要人士可以打電話去傾偈、查詢資料同埋揾相關嘅轉介服務，電話係0776-170-5553。除此之外，亦都可以揾我哋港研 Ethnovate。我哋喺2026年嘅頭半年咧，我哋喺倫敦 Bromley 會設有呢個 Play Cafe， 逢星期六會可以幫到各位嘅家長同埋子女。歡迎有任何問題嘅話，可以過嚟一齊玩住傾，玩住解決。當然啦，有其他資訊需要想知或者需要轉介服務，亦都歡迎聯絡我哋 Ethnovate 港研。希望以上嘅資料可以幫到大家。